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著名的八廓街。现在我们前面所指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这个大洲市。这个八廓街呢是由7世纪松赞干布下令在卧塘湖上建立的。大致建成以后，是有很多的游客来朝拜，以后呢踏出的一条小径。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西藏的3大转经斗之一。对于杨年华来说，西藏八廓街当年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因为那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记忆。1986年，19岁的杨年华离开云南老家，只身前往西藏，并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时光荏苒，一晃近30年过去了，他再也没离开过这片土地。好，师傅，我们2个研究一下去丁青的路线。到丁青的总共2条路线。现在我们从拉萨出发，以后经过纳曲，到丁青这个路线大概多少公里呢？丁青到拉萨的话，800多公里。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们从拉萨要到林芝，以后到丁青县这边，大概这条路线有多少公里呢？那个到1000多公里。1000多公里啊。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拉萨到丁青。经过纳曲这条路还是短一些，那我们就选这路出发。丁青县位于昌都市西部，他念他翁山路。根据著名学者噶桑坦贝建参所著的《世界地理概说及其他历史研究学术》记载，象雄地域分为3部分：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昌都地区属于其中的外象雄。这也是我们那个藏民族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对，一般都带在路上啊，或者这样，对吧？对，好吃。它是用牛奶做的，有时候好茶里面泡。对，就一般情况就一面泡点茶，以后一面吃。对，分享这个食品。那不时进入视野的成群的牦牛，五彩的经幡，炊烟袅袅的帐篷，连绵的雪山，在杨年华的眼中成为百看不厌的画卷。从西藏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去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一干就是16年。也正是这16年，让杨年华对西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对西藏最古老的文明象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又想研究西藏，你还得从研究象雄开始。这是一本关于介绍象雄文化的一本书，就《西藏阿里文化源流》。你看这一块就是说，反正的这个岩画这一块，阿里的岩画，在记载着我们的很多的象雄文化的古籍。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古格城堡这一块，它也是在象雄国的基础上，象雄城堡的基础上建成的。杨年华在《西藏阿里文化源流》一书中，开篇第1章就对古象雄历史做了简要的梳理。书中写道：象雄，汉史记载为大小洋铜，是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这种久远而神秘的文明气息，就算杨年华已经离开阿里地区多年，也依然被他牵引着。我们摄制组一行一路朝着西北方向的纳曲地区进发，经过10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进入位于纳曲东部的巴青县。这将是我们在纳曲地区最后的驿站。地处317国道的巴青县，是一个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大县。
眼前一片开阔的高原绿地出现在半山腰上，几顶牧民帐篷零星分布在草原上。一路走来，我们见过了很多觅食的牦牛，像这样悠闲躺卧在一起的却并不多见，大概有数十头之多。它们似乎已经吃饱喝足，正享受着充足的藏地阳光。几家帐篷的屋顶还不时有袅袅炊烟升起，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牧民家里在熬制酥油茶。这是我们的藏区比较普遍的帐篷，用牦牛毛来制作的。现在让我们进去来看一看吧。这就是我们那个勤劳善良的藏族人民的一家人，他们呢正是熬制那个奶渣。在那个这还有一点点时间到了的时候，都是没有水的吧？这来着的时候都是太阳能就干的。这干的时候怎么吃的话行？这个先要把做好，以后放在那个冷水里面。就是酥油，以后再取出来以后就做成这种了。以后这个酥油就是也是你们的一种经济来源，对吧？有去卖嘛，在街上卖。有自己吃了以后，我自己吃，还有那个卖的话，一斤100，一斤100，一斤100块，100块。你们家就是一直都是放牧的吧？就是你爸爸妈妈也是放牧的吗？就是。一共有那多少头牛呢？你们家？这里总共了100多。100多头牛。100多。就是一般情况你们都是那个。就哪个地方草好就到哪个地方去放牧，都是随草而居，对吧？这里2个月。在这住只2个月，一年只住2个月吧？就是一年是2个月。2个月住这。离开牧民家，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前行。听说就在山脚下不远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名为余仓寺的寺庙。是当地保存较好的一座本教寺庙。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好赶上他们转经堂的仪式。据说，寺庙的喇嘛和附近村民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聚集在这里举行这种仪式。而绕之旋转的，正是余仓寺存放经书的地方。他们口中诵读着经文、祷词，或是一些祈福的话。逆时针旋转是本教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体现在本教的转经、转山等仪式中。而这一特征有一个重要的缘由。本教源自于古象雄王国，传说象雄时期的国家体系跟中国古代的体系非常相近。他们的习惯是放在左边表示尊重，而不是右边。本教徒了解这一点后，就逆时针来旋转，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也成为本教的一大重要特征。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村民们还特意为我们表演了富有当地特色的歌舞。在余仓寺体会到的象雄文化气息，增加了我们此行的信心和动力。离开纳曲地区的巴青县，我们驱车转而向东行驶，向着目的地丁青县继续前进。风靡世界的唐卡艺术究竟缘起何时？公元前1751年左右，本教的经典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唐歌，不是现在这个唐嘎。唐卡与古老的象雄文化到底有什么关联？唐卡这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种艺术形式。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雪山之子。
经过2天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西藏昌都地区第2大县丁青。丁青藏语意为大台地，是指四周有陡崖的，直立于临近低地，顶面基本平坦似台状的地貌。在久远的古象雄王国时代，它也是其中重要的板块之一。今天的西藏保留下来的本教寺庙，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仅丁青县境内就有85座之多。这也让这个地区充满了浓郁的象雄文化色彩。在丁青有个家族，把我们那个本教唐卡艺术传承得非常好。这个家族的名字呢叫东朵家族。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去看一看。哎，说着说就到了。敞开式的绘画环境，让我们有幸看到西藏唐卡绘制前的细节。许师傅，我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做什么？那个唐卡画布那个放在主线上。我们了解到，这块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白色棉布，正是绘制唐卡的基础。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唐卡这种画布为什么用全棉来做的呢？据我了解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画的一种平整度。假如说是用我们那个纤维做的那布的话这个到时候它会热胀冷缩，它会掉颜色，保持的没有那么长久。把棉布固定在竹签上以后，经过2次刷胶，棉布表面就会变得很平整。一幅幅精美的唐卡就将在这上面诞生。唐卡这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佛像为主，可以说是整个西藏的这个所有信仰也都是每天必须要去供奉。唐卡是具有鲜明的藏民族特点和浓郁宗教色彩的绘画艺术，而本教唐卡更是唐卡艺术的瑰宝。本教也被称为古象雄佛法，是象雄时代人们信仰的宗教。由此可见，唐卡的诞生与象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卡的这个名字提到的是公元前1751年左右，就这个本教的经典里面如清阳在龙琴这个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唐噶，不是现在这个唐噶。然后我们这个唐噶呢，就是一个最早期的我们很多边缘的这个藏区呢，现在也在用这个词语。当时这位修行者本教的大学者利西达人呢，他在观修，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就是他把自己的修的这个本尊的这个画像，就这样他的面前就是这样展示出来的意思。这个是史料里面经典里面有记载的。这3幅是东朵拉根画的，就是东朵8代里面第1代，东朵拉根画的。第1代是已经500多年的历史了。今年53岁的雍仲桑珠是东朵家族唐卡的第7代传承人，他向我们展示了家族近500年来共8代传承人的代表作。这个是第3代给龙家村画的，这个帽子其他宗教上没有。你看这些拉头，树上扎的这些，其他宗教都不一样。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唐卡里面所带的这个绘制的这个帽子的形象，对，样式是跟其他画派是有区别的。对，是我们这个就东朵家族特有的。对，特有的。对。画一幅唐卡需要表现这种背景，是不是？那么背景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复杂，因为它没有吸收了这个汉地的，也没有吸收了这个印度的绘画风格，完全是这个与西藏的这个独有的这种环境，以冈德西，也就是说早期象雄的这个绘画来源，
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种独有的一种风格了。在一幅幅画卷上，明亮的色彩穿越数百年，讲述着同一种文明的故事，同时也记录下了东朵家族历代唐卡人对象雄文化的坚守和执着。从东朵拉根到现在，他们的所有的这个累积下来的，一直传承到现在，有些是我们在文字上面是不可能学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传承。在西藏，学画唐卡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他们认为，画唐卡不但收入可观，而且地位高贵。雍仲桑珠告诉我们，从父亲次仁永培开始，东朵家族便开始免费招收学徒了。每天早晨7点整，罗布玉佳和他的学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和绘画。教室里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安静的，学员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这一描一画间，几个月甚至几年就过去了。作为东朵家族的一员，罗布玉佳已经入行30多年，现在他的唐卡一幅难求，而他经常提醒学生的，却是这背后要付出的艰辛和忍受的寂寞。每当空闲的时候，罗布玉佳都要进行这种敲打研磨的工作，这是在为学员磨制绘画用的颜料。可以倒水了吗？他告诉我们，亲手研磨颜料一直是东朵家族的传统，这是唐卡生命的源头。其实在丁青县，像东朵家族这样的手工艺世家还有很多，正是他们的双手让象雄文化历久弥新。在今天的藏族饰品纹饰中，都隐藏哪些你不知道的故事？直至今天，绿松石在我们藏饰品当中仍然具有一个非常独特位置。藏饰品在藏人心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眼睛，还有它那个头上的这个羽毛，还有它的翅膀。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雪山之子。其实啊，我们的藏饰品与我们象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我们呢走进一户制作藏饰品的藏族家庭之前，先让我们呢来讲一个关于绿松石的故事。传说在象雄王朝末期，松赞干布为了一统吐蕃，就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象雄最后一代国王李弥夏。有一天，松赞干布忽然收到他妹妹寄给他的一包东西，这包东西是用一块头巾包裹着一大包绿松石。在当时社会，绿松石代表着男子汉和勇气，而头巾则象征着女人和懦弱。松赞干布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绿松石，于是下令出征象雄。称霸西藏数千年之久的象雄王国就这样顷刻间成为了历史。由此可见，绿松石在象雄时期的应用就已经非常普遍了，而且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义。直至今天，绿松石在我们藏饰品当中仍然具有一个非常独特位置。
是一个呢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现在我们就来到一家那个当地的制作藏饰品的一个藏族家庭，门上面2个符号是代表象雄时期的雍种符号。小小的这一扇门啊，浓缩了我们那个象雄的一些基本特征。现在呢，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啊。这是当地一家有名的手工藏饰品作坊，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今年45岁的嘎家和他的2个儿子正在忙碌着。画什么呢？画大鹏鸟的。师傅啊，这个是不是你做的？是。大概要做多长时间？这么做这么一个？1年。1年啊。师傅啊，刚刚你画这大鹏鸟，在这上面有吗？这里有。在视频上有啊。对。哦，是这个啊。哦，这是它的那个翅膀，哎，对，你看，嘴巴这一块，还有这个那个眼睛，还有它那个头上的这个羽毛，还有它的翅膀，这是它翅膀，还有这个脚，还有这个它的长长的这个尾巴，都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到位。这大鹏鸟啊，也是我们象雄文化的一个特征。大鹏金翅鸟是代表象雄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在现代藏饰品中，它寓意着吉祥如意。大鹏金翅鸟长着人的躯干，而头与下肢则是鸟的形态，双翅展开后如大鹏。藏族艺术中表现的金翅鸟，有的呈正面腾空而起，有的呈威武站立的姿态。在嘎家的作品中，金翅鸟一般为正面展开双臂，腾空飞起的姿态。制作藏饰品手艺传到嘎家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嘎家告诉我们，家传的这门手艺说到底传承的就是那些纹样。家族累积下来的饰品纹样已经有1000余种，这些纹样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怎么能让后代继承并且发扬光大，是嘎家经常和儿子们讨论的问题。嘎家告诉我们，其实2个儿子当初都不想继承家族事业，大儿子想学习唐卡，二儿子嫌银匠活太枯燥。当年为了说服2儿子，他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不过现在他对儿子们的工作态度都很满意。据说很快就是当地的虫草节了，嘎家的生意每逢节日都很红火。此时我们刚好赶上了一位邻居上门来取之前定制的饰品。嘎家告诉我们，藏族人大多常年随草而居，他们习惯把钱财转换成首饰佩戴在身上，这样既安全又方便。所以藏民族穿戴披挂的不仅仅是服装饰件，更是豪华与富有的象征。在藏饰品中，天珠有着极为尊贵的地位。这些看似眼球为主的图案，都是天然形成。据传，早在唐代时就已经有天珠，那时的天珠是海螺化石打磨而成。后来，由于化石稀缺，古西藏人就开始采一种含玉质及玛瑙成分的沉积岩打磨天珠。天珠寓意着美好、威德和财富，所以佩戴天珠也是藏族人身份与富有的象征。与天珠一样，天铁在藏族人们的心中是神圣之物。藏语称托甲，
意为天铁或雷石。藏族传统解释为，打雷时降下来的铁块。人们如果找到此类物，可以做护身符，做祈福辟邪之用。我看到的是一种我们藏民族的一种精神，有藏民族的一种我们那个悠久昌扬的一种民族文化的一种折射。我想就说以后啊，就象雄的这一块会更加发扬光大的。在西藏林芝地区，有一座名为古秀的本教寺庙。在寺庙里，一棵粗壮的柏树毅然矗立其中。相传，这棵树是当年象雄本教创始人幸饶弥沃亲手栽下的等身树。寺庙的名字古秀，即为等身之意。数千年过去了，柏树的根已经深深揉入泥土，18米高的树干顶端，枝叶复苏，生气勃勃，继续向世人讲述着象雄文化的灿烂历史。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聆听和探索，依然回荡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源远流长的声音，让象雄文化重新绽放光彩。西藏这块土地呢，就养育了我，滋养了我，让我的艺术创作带引了更高的升华。所以我想呢，去更进一步的接近它，更进一步的去写它，去创作它，就像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西藏。在回拉萨的途中，杨年华向我们聊起了他还在阿里地区工作时创作的一首诗。记得当时自己的身后是牧民的帐篷，远处是巍峨的雪山。于是他写道：我是雪山，雪山的孩子，无论在何方，我都要把家乡歌来唱。